我有不忠。你咁做法呢就係對嘅，因為你能本正義而除奸嘅，仲反得老夫敬重添。如果唔係啊，你就死咗我都唔原諒你嘅。你就不如坦坦白白對我細數人衝。你真係要我講？我一定要你講，快講！啊，世伯，睇世兄嘅死因點樣？實在不勝慘痛。啊？點解？現有文書一紙，你一看便知內容啊！哎呀，原來係通關嘅和約嚟。世伯，我係搶回呢一紙文書，更不萬意寬縱，只有一時破手，令主帥身中江中啊！哎呀，我話你個畜生啊！不忠不孝是家風，過屈實難用。求偏安你真服眾，你如何受領啊？聖恩義計表精忠呢？啊！真燒香火敬啊，放的宜收，祖宗你通翻，最重嘅運家乃有你吳國如願。憤怒令我細數如葱啊！當日墮啊江啊東，行得如這康未把殘地生斷送，作孽成死罪。鬼無顏見世，決心潛伏在山中，聞聽藝呀不明，竟用邪術傷氣，令我非常驚恐，是關夫路非用魔龍毒血，不能破法進嚟攻。故而挺身就險殺魔龍，取血辟邪，將敵痛啊！哦，原來咁嘅。我呢隻左手，我就係同魔龍搏鬥，受傷中毒而割咗噶。咁你既然助我哋破陣，點解你又唔露面相認呢？我都決心避世啦，仲有乜面目見你哋呢？我一念到人府你有嗜睡之嫌，當有今日嘅事發生嘅，我迫不得已要翻嚟向你哋解釋，免至冤枉好人啊！
畜生！人婦為你不忠，就遭誤會，吻擊在烤堂中啊！你通翻誤國的玉門楣，還在人世偷生，中何用啊？阿爹，咩？我之所以厭戰主王，為免蒼生苦痛，父今不量我當一矢，面書聲譽喘家風。弟兄，都已事過情遷啦，你又何必犧牲呢？只要以後奮志做人，當得世人器重啊！係羅阿哥，況且你雙康破陣，亦有莫大奇功啊！雖然係啫，阿爹唔會原諒我嘅。老將軍，令郎雖然有錯，但係情有可原。你又何忍令國家棟梁永埋荒唐呢？係將功贖罪，於你都並無不通啊！好啦，現在各位同僚講情，就饒過畜生一事啦！玉龍，阿爹，以後你就要發奮做人啦謹遵嚴訓。好啦好啦，而家雨過天晴啦，羅叔叔啊，我正話誤會咗你，你唔會怪我啊嘛？唔會唔會。阿爺啊，阿爺啊，你以前講過話，如果羅叔叔打勝仗翻嚟嘅，就叫我轉口稱呼佢啊嘛，咁而家轉嚟啊？轉口稱呼佢？哦，係啊，老爺，你應承過話等羅叔叔翻師，便許葉姑娘要佢鞋聯鳳噶嘛？哦，人婦啊，你同阿秋紅嘅情投意合噶。好啦，咁我一於揀一個好日子，等你兩個跨鳳成龍啦。拜見樂長大人。好啦好啦好啦，安歌玉帛千秋間，龍虎風雲萬里航。雙人兒伴正當，國恩家興隨一路。我為一家中孝廉，節樂融融。